植牙嘅時候，如果掹牙當日就即刻咁將種植體種入去，呢個叫做即掹即種。如果當日直接將植體上邊接出一個臨時嘅假牙，咁就叫做即時輔栽。即掹即種嘅案例需要你本來嘅牙齒就冇牙根病灶，你掹咗牙之後咧，需要將植體植入骨頭，但係咧佢唔係咁簡單嘅手術啦，因為當你將個粒牙掹咗之後咧，你原來嘅牙根部分嘅骨頭都係空嘅，所以你嘅植體咧係唔可以直接植入呢個位置嘅，通常咧係植喺稍微牙側嘅地方，呢個地方咧冇骨頭嘅牙根齒槽積入邊，所以你需要補骨粉。為咗防止下側比較薄嘅骨頭被吸收咧，導致牙齦會跟住萎縮，造成美觀上嚴重嘅問題。所以有嘅時候你需要補一塊牙齦。所以咧呢個手術就包括咗掹牙、植入人工牙根、補骨、保育，最後咧再接出上邊嘅臨時假牙。植牙咧唔單止係恢復牙齒嘅功能，仲可以大大咁提升美觀感。如果你對植牙材料、技術、費用有任何嘅疑問，歡迎點擊下方嘅鏈接，留下聯繫方式。我哋嘅專業團隊將為你提供全面嘅諮詢服務。